日本太和尚中古籍擂台完了，实际都俩下有1年嘞。案件还喺无进展，当地嘅侦判上流嘅社妹催泪案嘅法医玉白川，为了刑警王百生强下侦判中古籍嘅案呢。俩时节，中古籍嘅阿妹擂台完成判案嘅进度，刑事局压力动态，百川恩用嘅完成破案嘅承诺。先生到喽，先生，先生，你流血了，先生，先生。你是怎么了？见到鬼了？怎么脸色这么苍白？马该啊！没有啦，不好意思，我刚去吃个东西啊，结果回来的时候车子发动不良，帮我电一下。哎，你最近是在拜什么？怎么车上有十字架又有佛像，就差没有挂2串大蒜？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啊？亏心事？你总不说那些在庙里拜拜的人，每天都说亏心事啊？开个玩笑而已嘛，干嘛这么小气？就不一样了。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 DIY。你可以去百货买记得百货。那个产品拿来上面，他写什么自己。水炼山。自己体会。也许你怎么样？不好意思，打搅一下啊。我们是警察，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一下。请问一下，你是魏志明的保护吗？是啊，请问有什么事吗？就你所知哈，有没有人跟他有过保险的纠纷？譬如说，对于理赔金额不满意啊，或者是有过什么冲突，有没有？这倒是没有，不过倒是有人保不了险，和他吵架。保不了险啊，是为了什么？其实这也没什么，
因为他的投保的保费太高了，保险公司拒绝。像我们这一行，工作收入很不稳定啊，你一下子要保很多钱，保险公司也会拒绝。魏志明他这个案子也难做啊。那个跟他吵架的司机现在有在这里吗？哦，就那个要上车那个。好，谢谢啊。就算他跟魏志明有过冲突，但也不至于去杀了他女友。也有可能他经由魏志明认识刘小红，但是我看他这个人啊，我总是觉得有一点怪怪的。救援车上挂很多神明符吗？不是很多司机都有挂吗？可以说是直觉吧。刑警干久了，总会有些直觉。然后等到之后啊，再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直觉。我知道啊，你常讲。要跟吗？暂时不用，他跑不了的。小米，小米，小米，夜爸拍伫愈风诶，可能迄色茶诶，烟灯该嗨好无？妈，你用摕遐办哦？老爸问结婚前，吉安用对你好吗？算了，伊唔会来，烟气甲转就好诶。关注午安首先报道头条新闻：日本女发生中古结衣的命案有了最新发展。中古结衣的母亲中古金子来到台湾关心侦查进度。中古结衣是1年前独自来台旅行，就在快要结束旅途前突然音讯全无。去用唱下心。妈，你做的每件看事吗？有啊。爸爸做嘛个能做医生，学做法医。小胖的爸爸嘛是做医生，是甲考1年呢。佢法医嘅工作咪当创业啊，佢还做得留警察天数做法医呢。不过同学做下讲，法医爱看尸体，当初呢，爸爸嘛无出处的。无安尼的事情啦，唔好谈其他地方白讲。尸体无出咩？我去洗身，我嘛无出处的。爸，你做的像小胖的爸爸那样，是甲考1年吗？我无开始做法医。本当に娘を見つけ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しょうか。皆さん、娘さ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私は娘を連れて帰るために来たんです。娘はまだ生きています。希望を持ってるんです。どうか娘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
虽然局长希望让你知道所有的案情进度，但是像你刚刚那样在中古金子面前，为我们警方信誓旦旦的挂，我代表执法单位表达我们的决心。我相信副座跟局长都会这么说的。没错，这是我们的工作。但是这个案件已经超过一般刑案等级，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每一次的对外发言。毕竟这个不是选举啊，我们不能随便开支票啊。你没有信心吗？杨主任，信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啊。我不懂任何政治，当法医这么多年，我唯一明白就是信念这种东西，冥冥之中会引导结果。那好吧，这个案子就要麻烦你费心了。副局长好，主任，这么解副局长一方面按从容你，一方面杀对你有意见啊？佢唔係對我有意見，佢靠你嘅人係冇強樣，我會對佢嚟講係一樣半講不嘅。攞自家事情做好就好咧，其他嘅啊唔好少按頭啊。啊。老板，老板，今天要不要我帮你洗车啊？反正你洗跟我洗都是一样。我杯奶茶，我要自己洗了。哦。我也喜欢自己洗车，不喜欢人家碰我的车啊。我是警察，请问一下，你认识魏志明吗？我叫他，啊，你都追到这边来了，还问我认不认识他？他哦，做保险的，嚯，懂调佣的，就是蚌田，他不做我的生意耶。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太喜欢他啊。你们之间有过什么冲突吗？那谁帮我暗喊？听懂不懂？没那个闲工夫啦。那你为什么要投保高额的保险金啊？说你们警察管不到吧？来，啊，坐地，坐地，来坐地，坐地，坐，坐地，坐，来，来，坐地，来，坐地，啊，按拐啊，數，數，啊，按拐 ，give me five，來 five，飄，聽到冇？飄嚇，飄。我講飄，快！快掛條啊！唔聽我講，冇關我。输了，你还真有本事啊！你还杀狗！要不是我在办案啊，马上把你抓起来！
主任，董主任，侯世藩歇困一下。主任，您的夫人来找你。韩小娥，小敏出国嘅机票买好嘅啦。小明喜唔喜喊啲嘅傾捱啊？佢關西嘅啦，唔要咩台辦嘅。太細啦。老小明講啊，嚟禮拜啊，一定會送佢嘅。我凊彩老人演好呐，尤其係對自家妹嘅，唔好看小明安尼哦，某個事情人哋無影無見嘅樣嘅，其實我佢媽嘅就變咗心肝肚啲嘛。係乜嘢啊？你喜唔喜睇個私信咧？小明吼，佢咩動這麼愛哦，媽，娘冇嫁不像爸安尼男人啊。就老佢講啊，佢對自家事業當專心，要相信自家能力嘅男人吼，且對係一個有擔當、又愛護佢嘅男人。白川，我懷疑自家，我相信自家。哎，办公室人呢？报告，都出勤了。哦。耶，办公室人都去哪里了？报告，都出勤了。劉小鳳嘅安內查到樣嘅啦。我打電話問劉小鳳嘅阿爸，老佢講找到魏志明呢，請佢來行一領。你按樣做，就行一步險氣呢。冇辦法想按多嘅啦，險氣就險氣啊，按佢也要將佢空發。反正你相信，你聽說早啲對佢條嘅位堂都先收。你還唔相信劉小鳳嘅自殺嘅？我哋喺做啲證明佢係自殺咧，對家屬、對副座、對市警局都有交代。唔過還望證明之前，我係唔放棄嘅。魏志明查到樣嘅啦。有一個好人啊，人家武家人，人家同事也給他保護，只講佢係老實人。我世界上就有一種人做佢善人好事，就搶做一件壞事，我做嘅就係一件壞事。不過俺咩冇呢？佢正因為揸兩保險金啊，好嘛嘅辛苦，咩兩咩嘅，老實地得不到按明顯嘅素材咯啊！就係魏志明搞怪啊，唔看按都要下，按含全無自殺嘅證據，他說按強用全無證據，佢弄到按利利轉呢。你還係知道劉小鳳唔係自殺嘅，不過啊，我支持你繼續查下去。哎，百川，哎，張姐，趙玉珍，這陣樣快痛快鐵的老婦人家安呢，唔係獨張結束嘅，咁還有新的線索，呢條線索係村民提供本來嘅，可能之前冇人詳細看過。啲呢條資料地圖講，這兩實嘅關係啊，就像阿妹老賴嘅強用案情。所有人都做得證明，感情好，不特別唔會承認。我唔是阿勇、趙玉珍兩條人，但係做唔得，因為佢係人快同快鐵嘅人，就老安呢，凊彩結束。第二件案呢，係犯案後啊，嚟退休嘅申請，就會有麻煩。假使做得萬人輕怕，人嘅退休真有意義啊！你放心，我唔會報上去。好啦，我需要更加多嘅證據，
好，爱弟。那俩同韩伟同那靠他鸟恩呢都无限。俩恩呢，同都因关心，新闻报道安阳哦，忙地变做国际事件呢。唉，安阳实在当为难啦。你又没当香港的人，又唔好媒体。分那个是佢挨做嘅，也还会去做啊。一般媒体啊，对受害者越听越多。你看穿谁啦？那通医生，没事啦，是梦魇。Japanese, Taiwan hot. Hi Hi, magkatayo? Diyan eh. 喂，是警局吗？吴承汉没有前科，是这个案子的关键线索之一。但是距离中谷结衣上他的计程车已经1年了，所以我们办案要特别的仔细。志杰跟阿贤，你们2个负责监视他，观察他的生活作息，还有跟邻居的互动。其他人负责调查他的交友状况，必要的时候套些话。在没有接到我的进一步命令之前，大家不要打草惊蛇。我们需要多一点证据才好逮人。出现了，要继续跟车吗？算了算了，不跟。如果是黄警官，一定会毫不犹豫的跟车。黄警官也说过，要相信自己的直觉。需要检验的物体呢，就放在这里啊。它的影像会出现在这个电视上。如果需要侧录呢，这个下面录影机就可以侧录。哦。可是就算是会用，还不是要送去鉴识科？法医跟鉴识本来就牢不可分的，就算分了部门，以后还是要互相支援啊。我找到新的线索了。我找到吴承安，他常去买东西的那家杂货店，然后杂货店老板娘说，他常常把车子就停在路边，甚至就睡在车上。奇怪，都已经到家门口了，干嘛不继续睡？能确定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副总，大概就在1年前，因为那个时候老板娘说他们家里面在做装潢，所以他记得时间。所以照这样算起来的话，就是在中午结业案发之后不久。副总，如果我判断没有错，他家里面会不会就是命案现场？他因为害怕，所以不敢回家睡觉。吴承汉跟邻居没有交集，还喜欢拿十字弓打附近的猫狗，猫狗惨叫跟尸体，邻居受不了了，还要逼他赶快搬家。可是从那之后，好像就没有再发生过了。如果他已经有伤害动物的前科，有可能到最后伤害动物已经不能满足他杀生的欲望，转而杀人。还有查到什么没有？有，我查了吴承汉他家1年前后的账单，在中谷结衣失踪的这个月，水费暴增了10度。会是洗车吗？不会，我之前调查他洗车都有固定地方，然后自己洗。有可能用大量的水在处理尸体。好，阿贤，去跟检察官拿搜索票。是。志杰，你继续跟进吴承汉。好。如果真有尸体，在，好，去法医室，通知他们随时待命。马上办。主任，逮到嫌犯了，大批警力下去逮人。嫌犯是谁？听说是一个开计程车的，1年前载过中谷结衣，后来人就失踪了。矮就够没？就算逃了1年，我们警方还是会锲而不舍地逮到他。阿快啊，那左边很远看赵玉珍的报告，有冇爱发现冇？有，计用是个法医哦，但想讲有伤口天，不过佢冇讲清楚，迄马个东西抽成个伤口，免望讲迄利器也迄钝器。你们2个从后面包抄，
其他的跟我走。午餐。搜，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证据。是。准备吴承汉，准备围捕吴承汉。吴承汉先生，我是刑警，麻烦请你跟我们回刑事局一趟。马该事情啊？某马该事情，聊聊天而已，请你跟我们配合一下。好，哦，我拿一下东西啊。痛痛哎！啊痛！痛就不要跑啊你！有梳子啊！はい、中谷です。中谷さん、容疑者が捕まったようですよ。在中古结衣失踪满1周年之后，警方锲而不舍的追查，终于掌握到重大线索，逮捕了1年前曾经载过中古结衣的计程车司机。这位吴姓司机很可能就是最后接触中古结衣的人。警方表示，虽然吴姓司机矢口否认杀害中古结衣，但种种证据显示，这名司机极有可能就是中古结衣失踪的关键。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后续报道。说，你是不是有载过中古结衣？他的失踪是不是跟你有关？都记的，我是偏东，啊，隔壁的哦，还想要吃便当？我们都没有吃，你吃什么？没有回答问题就不能吃，我看你能耗多久？哎，都记的。哎，隔壁的鸡腿，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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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阿姐，算了，就让他吃。反正我看他不吃也是不会讲。哎，你还真有心情吃的。反正你们那个啊，你们说那个谁啊，我又不认识，我是开计程车的。看这边，1年前有人看到他上了你的车，中古结衣，日本人，记得吧？马干硬啊！哦，残忍啊！啊，那么多人上过我的车，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我怎么可能记得啦？哦。你把他载到哪里去了？马干硬啊！他后来死了，你知道吗？死了。哎呦！
低了，他死了，你们以为是我杀的，对不对？所以把我铐起来坐在这里。哎，莫吃你，没有吃你，莫，全不记得了。不要再装傻了，你没有杀人，怎么不敢回家？睡在车上。这有老鼠，很大的老鼠。你敢回家吗？或者是你敢吗？你在装疯卖傻吗？狗，你都用十字弓杀了，还会怕老鼠？十字弓？爱蒙十字弓啊！你后车厢找到的，是不是你的？哎，请到哎，那是我朋友的啦，我还以为借给谁了，对不对？谢谢。不错，借给别人，所以这是你的。不是，朋友借给我，然后我又借给朋友。谢谢，安子谁？怀氏。好，主任，做到翻译呢，压啲陣圈，屍體咧，慢慢出來。準備一下，講怕隨時有乜事情。副總，我現在就是不懂他吳承漢到底是真的狡猾還是精神有問題。他一下子傻笑，然後又一下子精神恍惚。問他是不是這個十字弓是不是他朋友的，他也沒有辦法說個清楚。而且他的說辭反反复复，一下子說他有在過中古結衣，一下子又說他沒有見過這個人。我們又不能拿旅館人員的說辭來定他的罪。在他們家沒找到什麼證據。沒有。志堅，你請楊主任跟鑑識科的人再到他們家一趟，看能不能收到什麼證據。他現在裝瘋也好，假瘋也好，就是看我們沒證據壓他。如果真在他家發現什麼線索，一定能讓他說出實話。安子姐，吴承漢說了什麼？哎呦，你現在對這個案子有興趣啊？副總，我在找魏志明的過程之中，訪問過他的保護，跟這個吳承漢交過手，我親眼看見他在河堤獵殺流浪狗。他是個冷血的雜碎，說他會殺人啊，我一點都不意外。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那吳承漢跟劉女案有什麼關係呢？目前唯一的關聯就是魏志明了。魏志明人呢？我們還在找。既然你不是來參辦日本女大生案的，就繼續回去找人吧。這邊的事情你不用管了。主任，文海，來吧，小心哦。你後面那邊都看過了嗎？都看完了，沒有找到什麼有力的證據，尤其是血跡，完全沒有發現。主任，現場我們都已經完成勘驗，並沒有發現任何血跡。我們進去看一下。都仔細檢查過了嗎？你看房間這麼亂，還有一股臭味。大军，这里好像被盐酸清洗过。这里。阿夏，我的箱子拿过来，我们来采样。
主任，这些采样我就先带回去化验，不过报告也要最快明天才会出来。好，那你辛苦了。主任，哎，主任，有结果了吗？小马，报告出来了吗？出来了。的确是有酸性的反应，不过这只能证明地板曾经被强酸清洗过而已。若吴承汉用强酸清洗过现场，没有血渍，就算有血迹，也检验不出来啊。一个人如果流了那么多血的话，一定不可能还活着。这狡猾的家伙，我就把他带过来。怎么了？你说，你是不是在这边杀人？我该死你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要不然你为什么要强酸清洗地面？你是想要湮灭证据是不是？哪里呀？哎，这你要问房东哦，这房子我是租的。痛痛！吴承汉，那黑法医杨百川。这么靠近啊？你好，多年体南不卡啊？都在发生马改斯啊？我应该去做生意哦。你很体力好。别动啊！我心痛啊！我心痛，不要得惊。这么的跳跃啊！吴承汉，那边演奏师啊，我有担当。就算用精神失常，闪过法律的制裁，也喊你枪敌实体抵赖。假使你还有一丝的良心嘛，就讲出来。感觉你冇想要解脱啊？假如冇嘛该好讲。我潘崖，证据啊！证据啊！拿出来啊！发现墙上又怎么样？啊？代表什么？看到他上我的车又怎么样？证明什么嘛？我知道，你们警察有规定。只要24个小时找不到证据，就不能扣我，就要放我走，对不对？走。你怎么看？这个案子比刘小红还麻烦，因为连尸体都没有，所以吴贤说定不了他的罪。
真是可恶！明明就是他，我们却拿不出证据来。那之前的装疯卖傻，就是在拖我们的时间嘛。等到时候24小时一到，我们就必须眼睁睁的放人。之后啊，要把他抓回来就很难了。没找到尸体，他是不会认罪的。喂，兴国，是局长。对，目前正在扣押吴贤。有，我们搜索他家了，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基证，也没有发现跟中古结衣有关的物品。什么？是，我知道了。哎，中古金子已经知道我们去搜索吴承翰他家了，所以他请日本驻台人员通知警政署，要我们对调查报告提出说明。现在说明还太早啊！这就是这个案子麻烦的地方了。明明是一件刑事案件，最后却变成外交事件。署长已经下令了，现在无论如何，我得到署里面去做报告了。局长，这边有个问题，听说警方已经找到凶手了，中古结衣还活着吗？这一点我目前还没办法确定。你们已经搜索过嫌犯的住处了，那难道没有掌握到相关的证据可以定罪吗？中さんに京子さん。今回はお嬢さんが見つかると信じておられますか？私は娘を探すことを諦めたことはございません。今まで2度台湾を訪れました。台湾の警察の方々にはもっと頑張ってもらって必ず結衣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ると信じております。二度とこんな悔しい思いで帰国することがないようにそう願っております。中古太太表示，她从来没有放弃希望，这是第2次来台湾，就是希望警方加快办案脚步，不要再让中古太太失望。这个案子不止在台湾，在日本也引起高度关注。这次警方抓到嫌犯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相信有时候的台湾的警察会快速破案。给中古金子女士一个交代。我在此简单的声明，对于女大学生失踪的案子深感遗憾。我们警方会全力的侦办，并在短期内破案。此乃单一个案，望国人及国际社会对于台湾的治安能保有一定的信心。中古夫人还有什么话想说的？何かおっしゃりたいことがあれば。娘が生きていることを信じています。ゆい、お家に帰ろう。ゆいを返してください。娘を返してください。彩凤姐，主任他没事吧？他应该是要去静一静。每次遇到受害者的家属，主任的心情都非常感同身受，所以我想，主任现在的心情，应该就跟那个日本妈妈一样吧。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ゆいよ，お願いします。不好意思，请中古夫人留下来好不好？喂，北川哦。係啊，日下就看電嚟啊。
这中古精子很严重哦。几多了哈，看无法接受亲人，变做平平人人的尸体。那亲强就会加速，无个心理准备。阿川，那伫乡内就做地为尸体，留家着生前的故事调出来，做地比家着好好歇困，又安慰到寒伤的人。假使讲亲历的，我相信佢最后一定会接受这个事实的。小敏啊，小敏给人讲坦白的，好啦，这个没有生意哦哈。妞啊，24小时了，该放我走了吧？ゆい、お家に帰ろう。ゆいを返してください。娘を返してください。皆さんお願いします。ゆいを探してください。私の娘をお願いします。探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ゆいを返してください。就让人家回家吧，有一点良心，好不好？留下来好不好？不好意思，组长，留下来。对我的尸体下面。把尸体埋在，把尸体埋在。中古结义失踪满1周年，警方终于掌握线索，循线逮捕一名1年前可能载过中古结义的司机。警方表示，司机极可能是中古结义失踪的关键。我们继续为您追踪报道。二姐，辛苦，怎么样？还没有找到。你这边已经差不多都要挖片了。是啊，这边有中古的尸体。该不会又被吴承汉耍了吧？这些都不是人骨，而是小狗或其他小动物的骨头。这家伙一直在拖延时间。我们花了这么多人力跟时间，到最后让记者拍到我们两手空空，他摆明就在整我们嘛。在放人之前，我想跟他见一面。你觉得他会跟你讲真话？我不是刑警，罪犯看到我比较不会有警戒，而且我身上没有他们讨厌的味道。好吧，只要能让他讲真话，现在什么办法都得试了。可以找博胜来吗？我想要他在场。你好，我找一位张经理。张经理他已经离职了。离职了？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是上个月走的。那可以知道他去了哪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是这样子啊，我在查案。这位张经理呢，是我正在追查的嫌犯的客户。这个嫌犯是做保险的。
张经理的事我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帮你处理，不过您可以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如果之后有什么消息，我再联络你好吗？好。哦，对了，有没有一位叫魏志明的来这里投诉啊？魏志明，没有印象哎，我们每天客人是蛮多的。我有他的照片。可以跟你借个电话吗？没问题。喂，我黄博胜。之前不是说不要我碰这个案子吗？是杨主任要你来侦询吴成汉的。我们需要你。之前你说你找魏志明的时候有跟他谈过话，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副座，准备好了。马盖，天都给我管了！对不起，不好意思，我按到。我思宁，你来寻魏志明，系冇？我哋几前来，你不用来走，我让你讲，你就不用来走了，啊？来请魏志明做马开啊？因为他真系凶手啊！啊？他杀那个日本人呢，他叫我不能讲，我只是帮他把尸体搬走而已。你跟他关系又不好，做嘛该老去搬尸体啊？因为他有本来钱啊，本几多钱？不记得了啦，真的啦，是他杀的啦。他还说如果不帮他，他连我都要杀哎。那你帮他是因为他给你钱，还是因为他威胁你啊？都有，都有。好，来先答应我嚟講，屍體當喺邊？屍體怎麼改啊？知道我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护身符来这里上班吗？呀，你不是死他喺刑场洗董多，怨念比中华商场还刻苦，福寿才盖了个警察局镇住。很多不是警察的人进到这里来啊，都会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你要 thank you 唔抵用fight 咧，明明係神嘅，係唔係有冤魂？跟着我进来了。你
真的没有杀死中谷结衣？啊！我只是想知道尸体在哪里。甲伊讲诶，我总下就讲，无迄道骨条，迄掠条毛呢？啊无，我去现场天数啊，啊？好了，你可以回去了。现金本来就好赚你啦！又出险棋啊！现金呢？好，不敢走。不是有不慎的做法，有通到无？不敢走。只有他敢做得出来。我夹掉呀！有通到无？不敢走啊！老外嫌弃上茶。夹掉啊！佮夹掉呀！带走，带走。どうして釈放するんですか？ユイは見つかったんですか？中国代表示，为何要释放嫌疑犯？里面有找到了中国结衣的吗？因为没有证据，根据我们的法律，必须24小时内就要放人。警察は明確な証拠がないと24時間を超えて容疑者を拘留できないと言っております。じゃあ証拠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せっかく手がかりが見つかったのに、今手放してしまったら今後どうやってユイを見つけ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んですか？你说里面有警方的办案方法，那什么方法？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但是我们有人紧盯着吴承翰，绝对不会让他逍遥法外，这点要请你们放心。警察は捜査中であり、詳細はお知らせできないと。ただ警察は容疑者を監視しており、自由にはさせませんので、どうかご安心いただきたいと言っております。娘はまだ生きています。容疑者がどこかにあの子を隠してるんです。時間が経過すればするほど娘の生存率は低くなります。お願いします。探してください。走。我们要跟欧彪啊？不是讲好了吗？小屁啦！走，走。讲好哦。不用来走，不用来。夹掉呀！说改？说好了要送你回家，没有说要放你自由啊。讲好了哎。你激动什么啊？你已经在家里面了，紧张什么？讲马个小啊！走。不是，警察，谭宁啊，谭宁啊，不要拿去杀人啊！谭宁啊，谭宁啊，天风莫管啊，天风莫管啊！谭宁啊，救命！救命啊！有鬼啊！有鬼啊！后面的，后面的，后面的，后面的。
做真有效吗？杨主任跟黄警官他们是我最敬佩的2位前辈，因为他们办案不是为了绩效，是为了伸张正义。他们2个联手，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就会有结果。你干嘛不回家？你是法医耶，没有必要陪着我们一起跟监吧？你不怕别人说你做太多了？我冇小过骗人，很有人困难。我但请希望第一时间寻到骨头，较早就要破案。唔是菜有拉甜啦，老系强用。老陈啊，你有吃到倦怠膏吗？老实讲，有。我会听，尤其看到周美老小敏嘅事迹，我还会吃到对镜头当唔起。唔系迄啲啊，紧做啊！电视剧啊，梦影正经做唔得。唉，迄个唔攀得。我当裁缝讲啊，你就是有办法跟尸体耗一整天，做到猛阴猛压。歌手来讲啊。攀的嘞，应该是这些尸体吧？啊！哎，陈哥，怎么是那么好笑？我在聊一些特殊的癖好。我再过来啊！有鬼啊！有鬼！有鬼！有鬼啊！有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俺没挑事哎，对不起啊！给你放过来，俺没挑事哎，对不起啊！给你放过来。吴承汉。不用我去教，老真相讲出来。我拧嘴，我拧嘴。吴承汉作案处需要警力支援，需要警力支援。吴承汉招了，就在计程车休息站旁边的空地。重复，吴承汉招了，就在计程车休息站旁边的空地。这该不会又被骗了吧？不会吧？他都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有东西！是人骨。是。这副骨头身高在155到160公分，而中谷结衣的身高在162公分，在符合范围内。羊角旗。耻骨角度超过90度，是女性，所以可以确定我们挖到就是中谷结衣了。海川，有确定是中谷结衣吗？大约只有7成到8成的可能。7、8成啊，那就是了嘛。我先通知副座。怎么了？
你不确定是他？没有头颅，鉴定工作不能达到100%。这个头颅很重要。如果上面有致命伤，那这个头颅不只是鉴定身份，而是破案的关键。头颅呢？他不就是因为头颅的伤而死的吗？所以你才把他人跟头分开，不是吗？两条爱尸体，还不两条啊？你们说我杀人我就没有嘛？中古籍攞嚟做朋友，又攞嚟只实施公告，我问你，几时间冇生意？劈生就，唉，大公唔莫招你。哟，怎么样？打！这个别激动，你讲我就信了。没有头颅就没有证据，你懂不懂？错啊！我条人我真啲啊！警察打你啊！救命啊！警察打你啊！救命啊！就算把你去过的地方全部翻过来，我也找到那个头颅。我找不到，我也想办法定你的罪。逃不了的你。法生啊，谈讲有捅人家嘞啊？酸下鱼咧，假咧。你真去爱改，莫伫个大费太细。讲啊，你现在你会用啊？怪唔得用人讲啊，寒山嘅人啊，较快面对。我怕掠点，我规身嘅就无法度。掠走迄个无强用嘅素材，佮我用的老中古小姐讲。讲真嘅呢，我咩唔知。唉，伊个做安尼个，宽电一神。基督印出的拍骨，算破案无？无条那好，就算唔得破案。主任，宪哥，副座说要请中国金子来警局了。好了，交给你了。我要去找李志敏了。用会请啊？用2只脚啊，躺一扑，酸一扑。哎，我有感觉了，我觉得快找到了。陈经理在吗？请等一下，经理。我记得你，不过后来没有联络到那一位张经理。是这样子的啊，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一下？照片里面这位男的有没有来这里投诉？他叫魏志明。有可是他不叫魏志明他叫做方念琪。您确定是同一个人吗？谢谢。麻烦一下。方先生，
魏先生，有人找您。直接开门好吗？这样好吗？他涉嫌一件杀人的案件。好吧。你们在我房间干嘛？魏志明，魏志明，别动！你放开我！别动！魏志明，你涉嫌杀害刘小红。我没有杀小，我没有杀小红。为什么要逃？我对不起他，我对不起他。你为什么要逃？你突然让人间蒸发，躲起来，你这样不是让人更起疑吗？烧掉保单能干嘛？你很清楚吧？这不能代表什么，除非你心虚，以为这样子可以湮灭证据啊！你到底还有什么秘密没有说出来？赶快说出来，不然刘小红死不瞑目。啊！可以喝水吗？我好渴。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喝水啊？我看你根本不爱刘小红啊，你根本就是利用她增加你保单的业绩。我看根本就是你害死她的。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逃是因为我爱他。小红应该要跟我一起走。真的嘿？还忙衰啊喏，用按压喏，不妒忌嘛，我攞能菜本食。还故意就冇事呢。大摆就安样咯。小敏出柜的东西准备好嘛？我天数嘛？记哦，我讲我老给天数，伊就讲唔是啊，佮嘛该东西就自家装得好好。上次我要做完没有，都知道东西么？佮4年太哦，有一年就唔是眼泪啦。係咧。好啦好啦，大家能菜哈。ゆい、お家に帰ろう。ゆいを返してください。娘を返してください。主任，主任，中午禁止讲瘾，要他第发一次嘞。
本当に結衣なんでしょうか。これは合成官が自供した場所を掘って出てきた遺骨です。女性で背が高く年齢も結衣さんに合致します。高い確率で彼女だと。ちょっと見せてください。お気持ちはよろしいですか？この1年この日を待っていましたからお願いします。どうぞ。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私たちもこのような形で娘さんを見つけるとは。結衣は一人の普通の女の子です。何でもしっかりと計画を立ててから行動に移す子です。そんな子がどうしてこんなひどい目に。私このまま残って知らせを待ちます。私の娘はまだ死んでいません。私が台湾に来たのはこの子を連れて帰るためなんです。你为了保险金被我女儿吴承翰总算讲出，佢老中古节嘅时阵看到嚟，经过验尸，差唔多确定就係中古结衣。不过中古节嘅阿妹，竟因为有無條男嘅骨骸，做唔得證明就係假冒嘅。法生總算尋到相留嘅細妹嘅催淚案嘅重要關係。兩隻事件，把全老百姓想到一個太淡嘅判法，為本吳承翰講出頭那嘅下落。可是我從來不是要為了我自己的。